賽事3班1800，第二係10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少少咧，就係嗰隻威闖啦，狂舞派都唔算好快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見到呢隻咧就中檔位置心常樂啦，響佢入邊美麗天使啊，響外邊依家走咗上去帶咧就係嗰隻格萊美啦，出邊第4位係超勁勇士啊紅衫嘅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內欄呢仲有狂舞派啦，中間嘉樂飛居響出邊係安城啊，再後多層啦，內欄上翻多少白衫紅紅地色帽咧就威闖啦，馬林中間黑衫就自然力量啦，響出邊呢俾人頂咗4踏啊，咁啊有嗰隻神州寶區啊，後邊嗰4隻馬分別係快益線啦，咁啊仲有呢隻結彩繽紛白衫響尾3嘅，尾二係威力飛馳暫時包尾，橙色眼罩係嗰隻天外天嚟㗎。好啦，對面直路尾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處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嗰隻格萊美啊，咁啊遊下埋咗嚟貼欄放咯喎，跟住響第2位啊，中間有心常樂啦，外邊安城啦，最出神州寶區4踏4隻馬拍住嚟放啊，守住內欄第5啦，粉紅帽粉紅袖係嗰隻美麗天使啊，中檔呢，咁啊仲有呢隻紅衫，大約第6位呢，就超勁勇士，第7位黑衫自然力量啊，內欄紫色衫狂舞派亦都上咗少少啊，跟住狂舞派後邊仲有威闖啦，結彩繽紛啊，藍帽白衫大約尾3啦，馬林中間灰馬仲有嘉樂飛區啊，咁啊再後多少仲有快益線啊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仲係格萊美啊，咁啊見到呢，就心常樂上緊，中間仲有安城追緊，響入邊美麗天使呢，就搏緊位，中檔位置威闖呢，就打困籠啊，原欄追緊上嚟，仲有狂舞派，中間超勁勇士，外邊位置仲有自然力量，最後100米透出係呢隻呢超勁勇士啊，馬林中間快益線上緊嚟，外邊仲有自然力量，最出係威力飛馳，接近終點，叮當碼頭，叮叮當啊，外邊位置自然力量，入邊呢仲有隻快益線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威力飛馳就應該係跑第3。咁啊，至於跑第4名嗰匹馬呢，咁啊要再睇睇先啦，係咪嗰隻超勁勇士仲頂得到呢？究竟白鼻股快益線定係黑眼罩自然力量啊？好接近啊！鴨上鴨落，睇下落飛嘅快益線到線先，定係黑色衫自然力量啦？係咪開邊呢？叮當啊！真係裏邊喎，咁睇，哎呀，好近啊！好似係快益線好似裏邊先啊！啊，個鼻好似大，喺呢條線就好似係啦，係不過又好近啊！等下啦。第3就威力飛馳，第4超勁勇士。超勁勇士擠咗一擠啊，唔係好多啊，翻嚟啊。結彩繽紛就塞咗。係咯，想賺出嚟嘅賽繽紛嗰度都係俾人逼翻入去，冇位。啱啱啄翻內置，我都好似係快益線啊！有得影有得影嘅，下。不過都成堆馬都好近啊！天外天都追翻近喎。嘅自然力量早段呢有2碟，不過佢俾嗰隻嘉樂飛區一壓埋嚟，佢頂出去3地要3位。佢跟住轉個彎，其實蝕到好。